大家好，歡迎嚟到 Sake 咯。清酒近年喺日本國內嘅銷量咧都唔係太理想，咁啊各大酒莊咧都各出奇謀去增加銷量啦。拓展海外市場就固然之，咁另一個咧要開拓嘅市場咧就係一班飲酒，但咧佢哋唔飲或者好少飲清酒，例如佢哋係飲葡萄酒或者威士忌嘅消費者。咁啊，仲有開拓咧就係年青人市場啦。咁因為咧唔少日本嘅年青人咧都將清酒咧就當成老餅看待。咁啊，加上咧近年唔少酒莊咧都由新一代接手啦，佢哋唔少咧都曾經喺城市好似東京或者大阪讀書同埋工作，咁啊有啲咧甚至有出過國添。咁所以喺呢兩大原因之下咧，清酒咧都推陳出新，當中咧 Sparkling Sake 氣泡清酒近年咧喺酒莊嘅大力推廣之下咧開始大行其道啦。第一支 Sparkling Sake 咧就喺1998年面世，佢係嚟自宮城縣一之莊釀造嘅絕絕音發泡清酒。咁啊，其實氣泡清酒 Sparkling Sake 都係面世20幾年啦，而家咧都仲係發展中嘅。咁喺釀造方面咧就冇特別嘅規限，同埋咧佢釀造咧喺前段好似精米啊、製穀啊或者酒母等咧，其實釀造方法咧都同一般清酒無異。咁咧但係只係咧佢哋就點樣加入呢個氣泡咧，點樣令到佢 sparkle 嚟咧，大致有兩種方法。咁啊，第一種咧就係直接打二氧化碳入去啦。咁呢個咧就係最簡單方法，就係咧喺完成發酵同埋火入之後咧，就直接打入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咁呢一種清酒咧，所以因為佢係釀晒成個過程啦，再打氣入去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佢望落去都比較清啊，好 clear 嘅。咁而呢類 Sparkling Sake 咧，有某啲大廠好似 Suntory 咧、三得利咧，佢哋係以量產出品嘅。佢哋咧就唔以清酒做賣點，咁咧反而咧係行一個包裝咧係可愛風，咁啊細支咧都係180ml啦，咁喺便利店就有售嘅，主打女士同埋年青人。好啦，咁第二種製造方法咧就叫做瓶內二次發酵啦。咩叫瓶內二次發酵咧？就係將當個酒母咧，佢發酵到酒精度咧，大約5至10% 嘅時候咧，佢就會直接將酒咧就入瓶並且封口。咁呢個時間咧，其實酵母咧就大約去到17% 度啦，佢就會停止活躍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喺呢個5至10% 嘅時候咧，佢仍然都好活躍。咁所以咧，佢喺個樽入邊咧就會繼續完成發酵啦。咁呢啲喺個瓶內完成發酵個酵母咧，大約佢會將個酒精度提升1至1.5% 啦。咁同時咧都會製造到氣泡嘅。由於酵母咧佢哋係冇經過過濾啦，咁所以呢啲酒咧都會好似濁酒咁咧，係帶白色嘅濁嘅。咁喺香氣同埋味道方面咧，其實都幾取決於你前期嘅釀造程序嘅。例如好似幾多精米步合啊，揀咗咩酒米選擇啊，或者你洗米嘅方法啦。咁但係一般而言咧，呢一種瓶內二次發酵嘅Sparkling Sake 咧，佢味道就比較複雜，口感較強嘅。咁啊，因為要打年青人同埋海外市場啦，所以咧唔少 Sparkling Sake 咧，佢哋都係以 Champagne 香檳為假想敵嘅。咁加上咧喺釀造方面咧就冇限制啦，咁所以咧佢有唔少唔同嘅釀造方法嘅喎。例如有啲咧就加入葡萄酒嘅酵母啦，咁有啲咧就放喺釀造香檳或者威士忌嘅木桶入邊發酵啦。咁務求咧就係以清酒做底，但係咧就作出西式嘅變酒。咁喺 Sparkling Sake 做 food pairing 咧，其實都比較譬為廣泛嘅。咁啊，如果係味道較清啊，比較爽啊嗰啲咧，就可以作為餐前酒開胃之用啦。咁啊，可以配上西餐，好似沙律或者一啲唔係太濃味嘅 pizza。咁啊，如果佢酸度夠高咧，都可以 pair 芝士嘅。咁啊，可以用酸度洗走啲油膩啦。咁如果配和食嘅話咧，其實壽司同埋魚生咧都係不二之選嘅。
咁頭先有講過啦，酒莊咧喺推廣 Sparkling Sake 咧都不遺餘力嘅。咁所以咧有9間佢哋有樣做 Sparkling Sake 嘅酒莊咧，佢就組成一個叫 Awa Sake Association，合力推廣呢個 Sparkling Sake。咁所以咧喺唔少嘅 Sake Fair 啊或者清酒活動咧，都會見到 Awa Sake 嘅蹤影嘅。喺前年啦，2023年嘅亞洲清酒大獎 OSA 嘅評審日咧，同埋同日嘅 Hong Kong Sake Festival 咧，Awa Sake 咧都特登派咗代表嚟到香港咧，向各評審啦同埋消費者咧就介紹呢個 Sparkling Sake 嘅。咁喺舊年2024年嘅 OSA 咧，雖然人唔到啦，但係人唔到咧就走到。咁佢哋咧就用 Zoom 去介紹呢個 Sparkling Sake 嘅。咁而舉辦 workshop 嘅時候咧，佢哋都將一啲好受歡迎啊同埋限量版嘅 Sparkling Sake 咧就送到嚟香港，等參加者可以品嚐嘅。喺傳統中作出改良同埋突破，迎合新時代，用 Sparkling Sake 去擴闊市場，其實係幾口氣嘅。多謝大家收聽啦，下次再見啦，拜拜。